就来跳舞，搭伊迄江和迄厝，就来跳舞，因猜爱春高有耶稣，就来跳舞，表现跌落都爱有笑容，就来跳舞，太寒木子圈圈浮动步。给金丝面纱，你那，来点点看，又是那。你跳啦啦，又是那蒙蒙拍拍，风云飘飘。给金丝面纱，你那，来眼眼看，又是那。给我一那唔落，给一梦，又是那。给福天福地，给太一，theo nít mù thi。你弄那金丝面衫咯，你，爱点点看，上门那让我一日汹涌，个心情会没上图复杂，你弄那金丝面衫咯，你，爱眼眼看，上门那让我失败无汹涌，个感情会没唔会变老，变老。今天下周嘅音乐会发通正式开始。那在开始之前呢，想要同大家聊一下，怎么会有一个音乐会啊？就是为什么会有这场音乐会呢？今年已经是归来山寮下田野音乐会的第6年了。伊可是盼一个音乐会的想法过简单，就会两兄弟，但是不会打标，过叫两兄弟归来到美浓，回到自己的故乡美浓。那么带着自己的各自的专业，就想说，其中一位就是我们美浓的音乐创作人黄伟杰。伟杰就想说，那我们
就是来唱歌吧，邀请朋友们，邀请家族长辈们，大家一起聚会。所以天然嘅時節，睇嘅面農山下嘅旺戶火風就開始一個音樂會，到天然悄悄嘅行出去去個門口，行到金絲山下嘅富人貴時候，又辦了2年的音樂會。再過來，我們又行到中門呢，我們走到了南龍平原，我們在中潭國小再辦了音樂會，然後今年呢第6年，很榮幸可以和吉東國小合作，我們在這裡舉辦第6屆的歸來山寮下音樂會，所以這是一個很從初心發想，然後一直慢慢的，好像越走越遠，然後也越來越多的好朋友，大家一起的參與。那我們讓第一個表演團隊準備一下，我們替咧就會來分享我們嘅地主隊，我們嘅吉東貴小2年生的小朋友，他們帶來了一首就是舞蹈的演出。那一條歌嘅一條客家童謠叫做《永米耶》，希望就是小朋友就會像永米耶一樣很輕快的飛舞，然後也希望我們就講客家一件事情啊，就做得像唱歌跳舞按輕鬆過吃菜一件事情。我們接下來就來分享吉東貴小2年生的小朋友。大家拋出分享小朋友。接下來呢，我們要來迎接更小小的，能夠細聲音，那是來自我們剛剛介紹到的米農非營利幼兒園。而能學到孫婷嘅片，總門嘅片在中潭
就是在中坛，对。然后民农费力幼儿园，很特别的是，这间学校是朝向一种开放式的教育的理念，学校里头有很多的学习区、学习角落，让孩子可以在学龄前真的是自由自在的去探索自己的兴趣，去培养各种生活的自理的能力呀、然后对于学习的好奇，还有阅读，可以给归神奇的好搞。那再特别介绍，因能今天要表演的亚条狗尾啊，其实是伟杰在我看一下小抄，2022年3年前嘅時節，到民農幼稚園同小朋友還有小朋友嘅家長、爸爸媽媽，還有好教嘅先生，大家向下創作嘅一條歌誒，嗰個歌詞啊，就會去熟悉大家睇嘅好教地位嘅故事，那偉杰再來譜曲這樣子，所以這首畢業歌裡面呢，有很多小朋友的想法和意見在裡頭。那麼他們今天呢，今天呢帶來表演嘅也是小朋友呢，就是我們大班的小朋友，等於他們先幫他們7月要畢業典禮，今天先提早來做練習一下。那呀哈，請問小朋友準備好了嗎？好誒好，那我們能向他來分享民農費力幼兒園帶來的演出。
就来跳舞，搭伊迄江和迄厝，就来跳舞，因猜爱春狗有耶稣，就来跳舞，表现的乐度我有笑容，就来跳舞，太汉木子拳拳赴东部。我哋之前有同激动介绍吼，嘅小朋友吼，学生乡下来做一条嘢呢教歌吼，揾到乡下一条歌曲嘅歌词，其实底背写到嗰度嘅哦，一个佛教神效吼，有到嘅河巴吼，有到嘅尊教吼，还有王山吼，王山面吼，就一条天理嘅环境吼，还有佛教底背哦，学生嘅。民意咧，伊嘅生活，吼，教人嘅生活，吼，所以也就係伊嘅日常嘅，吼，也就民意會讀到嘅故事，還有回憶安尼，吼，所以人就全部寫到一條歌曲底背，吼，對於激動小學嘅小朋友嚟講，就係伊嘅佢有共鳴嘅，吼，一條故事安尼。啊，其實我感覺到一個。創作嘅過程吼，最有意思嘅部分就係講啊，我哋喺寫歌以前吼，因為愛啲啊小朋友嘅演嘅想法吼，所以就有一個時間吼，分低年級嘅吼、中年級嘅、高年級嘅吼，冇相同嘅班級吼，大家共下做啲去寫吼演啲學校啲度吼。面對吼最奇妙嘅事情啊，吼，係呢最神奇嘅事情，最好搞嘅事情，吼，啊，還有最有印象嘅，一條日常嘅以前發生過嘅事情安尼啦，所以一條我感覺到一個過程就係講啊，本語言之家講語言之家嘅故事，吼，啊，一個係我希望做一條歌曲，吼，做到嘅。好，頭到嗰場條表係同大家講一條歌嘅嘛，叫咩？一條歌叫做《愛記得》，我記得。然後這首歌有上串流平台哦，所以大家假使有睇堂 Spotify、Apple Music、KKBox， 就去搜尋《我記得》，就做得請到一條歌嘅，有剛剛的演唱版，然後還有卡拉版演奏版。就分享大家有限嘅時間，做哋嚟請一條歌嚟談看。接下來呢，我哋嚟有唱到，其實這個學校的名字，我覺得我自己有一個自己的偏愛。可是我用第一句係講，都帶就是中潭國小，你們會念中文嘅小，還猜中潭嘅小？請問可以幫我解答嗎？總壇嘛，我講總壇嘅時候 ，OK， 好的，好，那我們接下來呢，我哋來分享總壇嘅時候5年總班嘅，算是我們的大朋友了，頭都係細聲音嘅，那你能給我們嘛準備一條，就是非常歡樂自在，然後可以全體帶動唱，可能馬上可能 V.K. 下一個人都3鋪路，那也一樣的希望在這種輕快的音樂和歌詞內容的旋律中，讓我們講下發一件事情，做得變得會吃菜會吃油，那我們就借用大家的雙手來分享總壇嘅時候5年總班。
好的，谢谢我们中潭国小的大朋友们。我刚刚在听他们唱歌演出的时候，我就聽面講，唔知我哋面容嘅聲音嘅會分一出，就山普羅、蛤蟆、怪嘅，到底有冇嘅某熊同嗎？我不知道，可以回去考考自己的孩子、同學。分不出來嗎？好啊。接下來就是我們地主隊的時間，接下來的演出是吉東國小的合唱團，一個合唱團嘅成員由新年生到6年生嘅同學組成一個合唱團。那合唱團的指導老師呢，傅碧梅老師還有毛嘉寧2位老師的帶領指頭之下呢，伊能今日來帶來嘅表演，佢神奇係一個組曲的表演，是愛港衝山歌還有新民眾跳2條歌誒變成一類組曲這樣子，所以我們現在呢就來歡迎吉東國小合唱團同學們的演出，歡迎他們。
就来跳舞，搭伊迄江和迄厝，就来跳舞，因在爱春狗有耶稣，就来跳舞，表现跌落都爱有笑容，就来跳舞，太汉木子拳拳赴东部。你好，我是亲子共学教育促进会的常务理事。那我们今年应该是第8年还第6年，已经参加这一个市集音乐市集很多次了。然后我们每一次呢，都会邀请我们的孩子，他们的年龄大概都是从国小或是大班。幼儿园大班，然后到小5的年纪一起来参与这一个市集的摆摊。那今年比较特别，我们还有小孩一起到台上一起来唱客家歌曲，这样。那我们的摊位呢，目前就是都有小孩自己发想，那么有些人就是用零成本，拿自己家里面的娃娃，好保存很好的娃娃，然后来这边做2手玩具拍卖。贩卖啦，然后也会有自己做的一些桌游的玩具，所以你在现场会看到有些小孩他们自己创意发想的一个游戏，然后玩一次多少钱，然后也有些小孩会跟着妈妈一起制作好吃的食物啊，或者是手工饼干，然后来现场卖，然后也有他们自己的手工的粘土创作。那我们的孩子呢，都是我们陪伴孩子长大的方式是用不打不骂、不威胁、不恐吓、不利诱的方式，所以呢，很多爸爸妈妈可能一听到就想说：天哪！就是到底这样怎么陪伴小孩长大？但其实是有方法的。那方法有很多种，我们常常会说，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所以多给孩子一点时间，看到他的特质，因为每个孩子都是不同的个体，那他们一定有他们发展的不同的方向。那看着他们的方向，陪着他们一起成长，他们就可以长出很多很有创意，甚至是可以足以面对未来这个非常变动状态的这个环境。那这是我们对于孩子就是自主学习，还有陪伴他们长大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的价值跟理念。其实回归到最后面，就是一个家内民主，然后还有尊重的一个环境这样子。对，然后大家可以一起来逛逛我们的摊位，还有他们自己创作的哦。如果可以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一摊，就是有的小孩他很喜欢昆虫，然后他会把昆虫的一些很细致，然后非常细节的一些纹理呀，然后还有这翅膀啊，甚至它的触角都把它画得很清楚，然后色彩用得非常的丰富。可能加了来分享，可能给Saki 的总批我们的长辈朋友。那这个节目呢，是由利用度 Saki 发展下飞龙度社区发展协会所带来的。利用度消費啊，能提嘅Saki 地度呢，其實有佢呀嘅客家嘅狗友，還有舞蹈嘅課程，其實會受到Saki 嘅朋友嘅分享啊呢。那他們今天帶來的演出很特別的是，有我們嘅總批為綁嘅烏克麗麗，嘛有我們嘅後生嘅為來跳舞。那麼今天演出的曲目呢，後巴是由陳雙雄老師的詞曲作品。那麼今天帶隊的是我們的理事長劉蘭英理事長來帶隊來表演。那麼歌謠的指導老師是鍾怡珍指導老師。那麼接下來可能就有看到跳前，如果後面的朋友們視線不好的話，大概過後不會朋友這裡期待一下，在前面有舞蹈的演出，可能舞隊後會有音樂嘅表演。那現在我們就把時間給利用度 Saki 發展下飛分享。
接下来呢，我们再到小朋友的表演嘅节目，类似俺们嘅中文，也是我们中坛地区的，是我们的青青幼儿园。那青青幼儿园呢，伊能马黑空用就是会在幼儿园的教学里头去实践落实课语的传承。所以呢，伊能带来嘅一个表演地度会有台班、中班、小班，就是大中小班的小朋友，大家来表演一条歌嘅运动热头发。那我们让小朋友准备一下。接下来呢是一个蛮特别的演出团队，你能给秒到高雄暖暖蛇共学团，两位刚刚都其实我的面容係看起來有18嗰種客家嘅傳統，但其實係非常多元嘅一類地方。那麼我們有幼兒園嘛，有非營利的幼兒園，有國小的婦幼幼兒園，有私立的幼兒園。但是我們在美濃也有一群共學的孩子，所以這個高雄的暖暖蛇共學團呢，他們就是一群沒有在體制內的自學的團隊。你能會帶了一條歌位，非常的應景，很多 say emo， 就是現在 say emo。那我們來歡迎暖暖蛇共學團。Say emo，
就来跳舞，搭伊迄江和迄厝，就来跳舞，因猜爱春娇有耶稣，就来跳舞，表现的乐度我有笑容。就来跳舞，太汉木子拳拳舞动步。其实伊能大部分啊，喺其他地方还在高雄市区的小朋友，大部分唔係客家人，所以我頭睇唐伊能唱歌的時間，我感覺到就像我們韓式開始會學英文共用，其實我們在學第二外語，其實就是客語作為非客家族群朋友的第二外語，也是一個蠻有意思的一個選擇，這樣子。好。接下來呢，我來分享一個喺我們激動的隔壁林山，我們的隔壁好朋友吉陽國小。其實我一直很想要請校長幫我證明，到底要講吉陽還是吉陽？就高中，請問你能會講吉陽還是吉陽？吉陽 ，OK， 好，吉陽。我之前睇嘅上公寮嗰篇水vụ啊，就是我同隔壁嘅老人家打最鼓嘅時間，就老人家會講哦，你會希米農哦，然後我那時候就覺得，誒，為什麼我住三將寮，老人家是說我去美濃，就會感覺到其實鴉片沒米農哦，米農係個片，所以就是會覺得，即使我們都叫美濃，但裡面有很多的就是多元性跟差異性。好，那小朋友準備好，一個吉陽貴少，吉陽貴少嘅合唱團小朋友由2年生到6年生，你能今天會帶來一條為客所謂歌嘅叫火把。那我們來歡迎吉陽國小的合唱團。起好，行禮。
接下來我哋表演嘅節目呢，我哋有請到富恩嘅小來自我哋金絲面山下嘅幸福小學堂福安國小，也跟好搞 CC， 但是在很多地方都有很深刻的經營，比如說他們的食農教育，還是學校的游泳隊，或者是參加各式客語的歌謠舞蹈的比賽，都有很棒的成績。那今日呢，馬黑帶來了一首偉傑的創作，你的阿公阿婆。那這首曲子呢，有邀請到陳婉芳老師到學校指導，和同學們一起合作。然後今天剛剛都已能跟那個演出陣容人數眾多，那我曬一下 V。好，我們就把時間，然後再借用大家的雙手，我們來分享富恩嘅時候帶來嘅阿公阿婆。这一段节目呢，就会俺能给主攀引，俺能给世杰，就是这个返乡的青年，然后唔啲喺书到露台嘅洋雄，还在本上就真是咱们会冲过。那这一段演出呢，将由世杰和婉芳为大家带来这段表演。时间搞本世杰。好啊。每个人拢有自家想要寻的东西哈，要挑各位送给大家。每个人都有想要自己寻找的东西哈。这首歌送给大家。把每山。用一生命來情，發叫你一
会创造的故事，发弥撒，求得山无味，发求你呀，又伤心。又 healthy， 一款啊，好梦，匆匆台湾的歌，无停错，会有讲，无停错天时候。弥撒，求唔得山无味，发求你呀，又伤心又 healthy， 一款啊，好梦。层层崩空迷风，无停错，会有讲，无停昨天时候。一层又一层，调皮。生命是一开又一开，流走生命风景，一款啊，层层崩空迷风。无停错，会有讲，无停昨天时候，无停错，顶的仪态看转，也发开。希望大家拢做得寻到，希望大家都可以寻找到你的花，谢谢。就是来邀请，讲邀请好像怪怪的，但是也是要邀请啊，就很感人给主办人，我们的主办人之一，我们的美浓返乡青年，返乡好多年了，还是要被叫返乡青年，感人给王伟杰、黄伟杰，那伟杰就是今天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演出节目，然后让伟杰用他的吉他、他的歌声为今天来画下一个完美的句点。所以我们邀请大家如果还没有位置的，要赶快坐下来哟。
然后今天也非常多我们就是那个摆摊的好朋友们，也是非常的热闹。刚刚还来不及介绍各位的摊友们，就是如果我们等一下活动结束了，邀请大家去每个摊位高观一下，这样子。好，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伟杰，欢迎黄伟杰。好，大家好，我是伟杰吼，今日真欢喜吼，真高兴吼，做得来结动结少吼，同大家乡下唱歌的乡下了安尼吼啊，我先讲一下吼，头到唱歌的迄个阿哥吼，我就讲啊吼，我迄个人王家吼，最唔会唱歌的吼，头到阿哥唱啊，吼比我歌好啊，去跳我写的吼，啊伊今边唱啊，铁白糖到安好糖的吼。啊，接下去吼，我再带来3条歌的。第一条吼，按到就来跳舞吼，就来跳舞吼，就很适合在这个草皮上吼，然后这样子的午后吼，希望大家每个人吼做得去想象啊吼，想象吼，这家人生就有这家一个舞台吼，起上去就跳这家欢喜的舞吼，这家高兴的舞吼。想象自己的人生吼，就站上一个自己的舞台吼，然后跳一支自己喜欢、尽情的跳的舞，这样子好，送给大家。阿婆头摆加南风。加速塞牙，冇写作，有时带顺错复杂，一路听听转每家。暗暝动人加神秘，天然阿爸讲天梯，打造开单卖菜戏，吩咐中来天土人。118梦想别拼出一家嘅人生，工厂手上几下人，你做也做好经验。30岁个同老公接下家娘嘅书店，讲法口下送葱都兔子古店来叫事业。1、2、3、4来跳舞，弄出一家嘅舞步，就来跳舞，搭伊迄江和迄厝，就来跳舞，因彩爱春脚有名书，就来跳舞，表现的乐都爱有笑容。40岁个开分店，3忙大饼赚时间，来的从西点红酒，退伍过后就渐难做，处处开始两公婆，眼光两三变起色，生意紧做就紧好，紧来紧干去梦想。1、2、3、4来跳舞，弄出一家嘅舞步，就来跳舞，搭伊迄江和迄厝，就来跳舞，因彩爱春脚有名书，就来跳舞，表现的乐都爱有笑容。就来跳舞，弄出一家嘅舞步，就来跳舞，搭伊迄江和迄厝，就来跳舞，
因猜爱春菊有耶稣，就来跳舞，表现的乐度爱有笑容，就来跳舞，太寒木子圈圈浮动步。行去就行去，凉风遐困，无条无眠。行去就行去。就来跳舞。搭伊迄江和迄厝，就来跳舞。因猜爱春菊有耶稣，就来跳舞，表现的乐度爱有笑容，就来跳舞，太寒木子圈圈浮动步。我迄伫迄岐山嘅福路人啊，我迄去西北来参加也种发通，因为我嘅新年呢啊读闽南嘅幼稚园，啊故所以根本来买饼顺沙堂大家表演。我们是卖意式冰淇淋的，然后我们今天准备了小朋友会喜欢的口味，然后我们每次来参加呢都会准备不同的口味。然后其实小朋友就爱吃冰淇淋，尤其是每次可以一边吃冰淇淋，然后听着小朋友唱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事情。其实是因为跟主办那边认识很久了，然后自己本身现在也是住在美浓，所以他每次在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都邀约我们，看我们有没有机会来参加。然后因为自己的小孩在美浓长大，然后自己也会慢慢的接受这些客家文化，所以呢，他们每次邀约我都觉得应该要来交工来相挺一下这样子。我觉得这个活动很不一样的地方是，它是由不同的美浓在地的学校的家长跟小朋友共同参与的活动，所以来这边出市集的话，会觉得说每一次都可以看到以前的小朋友，然后过几年，他又变得更大，他连续参加好几届，你就会发现都可以看到熟悉的小朋友的面孔。然后这些小朋友觉得，因为在美浓这个地方，很多小朋友他们会练习讲客家话，所以呢，你就知道说在卖冰的过程当中，你耳朵就会听到小朋友客语互相交谈，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在其他地方出市集比较不。好，感谢感谢这一首叫《就来跳舞》那接下来带来一首比较舒缓的一首歌曲我们都听听听听我们客家话有两种意思一个是慢慢的听听呢听听来另外一个是弄的听听，就是说怎么样怎么样如此而已怎么样罢了这样子。好，那歌词里面就是讲到有树啊，有云啊然后有风啊还有如果我们把心静下来之后，可以听到鸟叫声就是这样子的一首歌就是讲着说其实我们可以慢慢的找，慢慢的走，慢慢的找去走自己的路人生顿顿听听，就是人生不过是短短的而已走一遭，然后寻找自己的风景不用急，不用怕，这样子。好，送给大家在这个那么舒服的午后，听听。行去就行去，太树跳舞摇来摇去，行去就行去，拍云
到水就出就硬，行去就行去，迄笑伊随落来相片，行去就行去，迄江伊随落来演去。行去就行去，凉风遐困无条无眠，行去就行去，调话从过有心无心，行去就行去。目睭浸一家嘅风景，行去就行去，莫讲人生短短停停，行去就行去，目睭浸一家嘅风景。行去就行去，莫讲人生短短停停，莫讲人生短短停停。感谢。接下去吼，我带来近边最后一条歌曲吼，也最尾一条吼，因为迄近边个最后的歌曲的吼，所以跳到经典面吼，我从也跳安尼，我阮歌的吼，因为也跳很多嘛个歌的，很多天使歌吼，天使歌就是说天气歌啊。啊，天使狗这首歌就在讲的说啊，一天哦，从早上一路到晚上，然后到三更半夜到天亮，一天的这个循环哦，然后遇到了很多的不同的天气的状况，好，所以我刚刚在想说，我到底要不要换歌啊？哈，但反正我们今天已经到最后了哦，没关系哦。里面就在讲说哦，早上哦，这个太阳很大，然后到中午的时候，哎，怎么转那个阴天了？然后下午呢，哎，下起雨来了。然后到晚上呢，哈，又有很漂亮的月圆，哈，就是这样子的一首歌，哈，跟大家分享这首。啊，如果大家愿意的话，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哈，很简单，就是我唱一句，大家可以跟着唱一句，哈。那这个其实就是把一些客语的词汇啊，然后用音乐的方式，哈，让大家可以比较容易亲近，然后可以有一个记忆这样子，好，试看看啊，好。早晨，日頭藍藍，冬珠變烏陰天，夏珠
落泪春意，林暗山东歌天宫，暗晡夜有思念讲发发，三更半夜有时暗梦叮咚声的写诗，天公。有时一幕跌啦跌，同爱的心汹涌，爱落唔落？早晨，日头辣辣，冬至变无阴天，下子落泪春意，林暗山东歌天宫。暗晡夜有思念讲发发，三更半夜有时暗梦叮咚声的写诗，天公有时太意清明古老，同爱的心汹涌，叮叮咚咚。暗晡夜有思念讲发发，三更半夜有时暗梦叮咚声的写诗，天公有时凉凉爽爽，同爱的心汹涌，快快乐乐。同爱的心汹涌，快快乐乐。同爱的心汹涌，快快乐乐。好，感谢大家吼啊！今日真欢喜哦，安尼底下的吼有一个安尼安好的一个气氛的一个音乐会吼，一个相聚啦吼。再次感谢大家啊！那个旁边还有很多市集摊位哦，大家也这个不要错过吼，好好的来这个捧场一下哈。感谢大家，谢谢谢谢。那么第6年的鬼蕊闪了哈。然后非常感谢就是地主，谢谢基东国小提供那么好的场地，谢谢学校在场地各方面的协助，还有师生们的投入。那这场活动呢，就感谢有文化部、哈维飞，还有能够用市政府哈嘎比燕飞给支持，那可以让我们走到第6年。好 ，Uncle。我们现在填死吼，边各可以啦吼，所以。既然我没有包红包给他哦，这台下真的就既然有这样子的这个期望，那我就多带来一首歌。但是前面的小朋友已经有唱过了，他们刚刚有一首叫做《山铺咯》，好不好？然后我就带来这首，小朋友都会唱，请大家可以的话就一起唱吼，《山铺咯》，山铺咯，就是跟着一句一句唱，这样好不好？我们试看看哈，来哦。山铺路，go go go， 18岁甲阿婆，莫面冲，
水玉筒，无皮改咸脆，三步路，go。18岁家婆，无面疮，水玉筒，无枕头，贴石头，三步路，无叫，爱嘅电的安太重，三步路，向下来，天生葱又葱，爱能向下白白葱。还可以再大声一点，没关系。三步路，go。18岁甲阿婆，无面疮，水玉筒，无皮改咸脆。三步路，go。18岁甲阿婆，无面疮，水玉筒，无枕头。贴石头，三步路，无叫，爱嘅面中西风，三步路，向下来，无通面倒头，依赖的安良松。最后一次哦，三步路，无叫。爱嘅面从是西风，三步路向开来，无通面倒头，依赖的安良松。好，感谢大家，谢谢哦，师母，谢谢。40岁个开分店，3忙大病，3时间来的从西点风筝，退伍过后就渐难走，处处开始两公婆，眼光两三变起色，生意紧做就紧好。紧来紧甘你梦想，1、2、3、4来跳舞，人出一家嘅舞步，就来跳舞，搭比下江和下厝，就来跳舞，因彩爱春歌有耶稣。就来跳舞，表現的樂度愛要笑容。